妹，大家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永心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这时我们用掌声来赞美天上的阿爸父，请坐。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赢过世界上所有的困难跟枷锁。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在这边敬拜我们的神。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抹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比天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的恩却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
相伴。我有一项点够我有，能力护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深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护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深常相伴。永不离弃，永不离弃，深常相伴。是的，主，何等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们这卑微的人，我们这个罪人，你竟然在乎我们，你竟然愿意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为我们付上你的代价。何等的恩典，我们在软弱当中可以靠主得刚强。何等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是你眼中的瞳人，我们是你所爱的宝贝，所以你愿意为我们来牺牲。谢谢主，即使在患难困苦当中，你依然不离弃我们，你的恩典依然够我们用。谢谢主，每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不管是在顺境逆境，你都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即使是在那种我们生气、火热，或者是我们在哀伤的时候，你依然伸出你慈爱的手来护卫着我们，看顾着我们。谢谢主，我们要来见证神你的大能，我们要见证神你的慈爱，我们要见证，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你依然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走过多少的患难，你依然带领我们走在你恩典的道路。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得胜的关键在乎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哦，在今天的灵修以斯帖记第9章1到4节，我们要一起来念来。12月是亚达月的13日到了，这是王通告生效的日子，也是犹太人的仇敌本想要制服他们的日子。可是那一天，犹太人反倒胜过了他们。犹太人在全国各城的犹太区组织起来，攻击想害他们的人。各地的人都怕他们，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们。事实上，所有的省级官员，包括省长、行政首长和王家代表，都帮助犹太人。因为他们怕末底改，全国的人都知道，现在末底改在王宫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而且他的权势还在国。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得胜的日子之前是一个苦难嘛，是一个很难过，对不对？我们在见证上帝的同在，见证上帝的大能的时候，可能你还在这个过程哦，还没有得医治哦，但是你的心还是可以这样的赞美，都是因为神的同在，因为神给你的能力哦，即使是在困苦当中，
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会很生气，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对不对？怎么说我在软弱，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不要。得胜之前，我们面对是怎么样的苦难？你知道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12月13日啊，亚达月的13日到了。你知道这一段话之前，他等待多久？那个声音可能小声。等待多久？11个月。1月13号抽签，抽到12月13号。12月13号本来是犹太人爱死的日子啊，是要被杀，而且他没有办法跑到哪里。波斯国所有的地方都有杀戮他们的通告，所以你要跑去哪里？所以可能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医生跟你讲你对啊，不是得奖今天我儿子回来，哇，中了，我以为又中了第2次那个 COVID-19。结果他说中，我去加油，然后中了可以去日本的那个机票，然后 OK 但是我们中了，如果是那种困境，是那种病痛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记得我爸爸中风的时候，哇，我那种煎熬，你知道吗？我听到我妈妈那种癌症，哇，你知道那个过程，如果你是家属的话，或者是你本身是那个患者的话，你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呢？他们中了是抽签11个月之后要灭绝他们。如果医生说你只有11个月可以活，你怎么办？你那得胜之前，你知道这个日子到了，原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一天反而胜过这些要杀戮他们的人。但是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之前这一段的日子呢，我们要见证之前，可能你要怎样面对的是那种病痛、害怕、不安，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想听很多弟兄姐妹，包括在场有一些你经历过癌症，你现在得医治，然后等待那个得胜的日子，那种宣告。但是当下我们没有，我们如果自己没有经历、没经历过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们的心情啊。我可以了解刘牧师他的心情啊，做一个家属钟贤哥满1年嘛，对不对？我们爸爸那时候是躺3年多，而且是都不能动2次中风脑干，然后不能说话，只能靠问他，然后眼睛有不？有给你拍不？有。你知道吗？那个很辛苦了那癌症也是我陪伴妈妈电疗、化疗，然后听那个医生说结果第1次经过几年，又发现另外一个癌症。你会知道，然后开完刀，那个医生又拿那个肿瘤那么大这样在肺部所以如果你经历过了，在那个当下，你会体验到这些患者或是家属的苦痛。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经过一次又一次，前后10几年，然后爸爸先，然后妈妈。但是在当下，你如何去面对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你去面对特别我们自己当牧者的，就是祷告，大家的祷告。你一方面要面对这样的信仰的挑战，一方面又要
激励弟兄姐妹，很难呢。但是感谢主哦，刚才那首诗歌说神的恩典够用，对不对？就在你很难的当中哦，弟兄姐妹说牧师，你今晚去开会，你今晚去做你的，我们来照顾，我们来协助，我们来载。所以感谢主哦，得胜之前，你一定要学习怎么去面对，而且不要放弃。当你不要放弃的时候，就有盼望。如果这些人，如果末底改，如果这些犹太人，在一个王的命令又不能更改，对不对？到他们王下达另外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有没有被取消？没有呢。经文说不能取消了，那怎么办？如果是我们做的等死，我们就这样放弃，那就没有希望，就没有出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信仰在提醒我们面对这苦难的时候，就是一个动力，就是一个来支持的。所以在苦难当中，我要问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苦难。你学到啥？家珍，你学到什么？对，家珍啊，对，你有学到什么？对。不断的祷告，就听医生告诉他说癌症，可能那时候震惊，那个火热，那有的是拒绝，但是还是要面对啊。所以透过小组，透过弟兄姐妹在为他祷告。感谢主走过来，但还是要继续祷告，对不对？在苦难当中，你学到什么？忍耐吗？学到什么？更多的依靠。你有没有发觉，苦难来临的时候，是你祷告最多的时候？不一定呢，有的就是这样。上帝啊，我平常是不是拢做信客力啊？为什么要让我得到这个？有的人就是这样放弃的。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在苦难或是这个问题来临的时候，你学到什么款的功课？我学到就是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依靠，因为你无能为力，医生也能力有限的时候，只有神你，对不对？我们在祷告服侍的时候，看到他都快死了，无能为力。医生说他要换心，无能为力，但是就是祷告。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听到好消息不用换了，听到祷告，哇，脱离这个险境，本来插管病危，但是脱离的那险境。你知道做牧者真的很辛苦，你知道，不是只有管自己的事天道会有的事，对不对？你怎么样去承担？很多。所以牧师明年牧会就30年了，30年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走过来的，对不对？但是最后一个关键就是什么？我学习说，上帝这你的代志不是我的代志，这是超过我的能力。我做我该做的，我就是祷告，信靠你。那其他的你呀，所以最终还是怎么样？我靠你啊！因为这个是超过我的能力嘛。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关键，末底改犹太人，他们面对这个旨意不能够取消，他们做的就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祈祷啊，三恢复啊，穿麻纱那种痛悔那种，还有就禁食祷告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他们可以翻转的关键，我们知道，看不到啊。这一卷书没有看到上帝啊，神隐的上帝，你在哪里？但是以斯帖就说：“死就死啊，不要怎啊？你去召集所有苏珊城的人，3天3夜不吃不喝，为我祷告。”春班的，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有那种决心的，我置死地而后生，那种面对啊，我最后的盼望就是在神里。这个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学到的吗？如果你有学到这一点，那你就等着得胜哦。即使是死亡，也是一个得胜，你知道吗？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使人反败为胜的关键是什么？就是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不要放弃，因为这位神，如果你认识他，你就知道他是死无变有，他是使我们出死入生的神。即使是死亡，你还是有盼望，不是吗？我们要见证的是，因为这位上帝，即使是在苦难当中，我依然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个就是一个见证，对不对？一定要好了才能够见证吗？不是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放在说我经历了我才来见证，不是，而是说在苦难当中，我依然靠着主，我没有离弃你，这个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使人反败为胜的关键是这位神隐的上帝，可能你看不见他，但是你依然相信。我觉得做牧师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说是什么？我很佩服我们牧者，你知道吗？为什么？看不见的都可以讲给你相信，同意吗？对，看不见的，但是可以让你相信，是因为这位神不是我们，是因为这位神他展现他的超能力，他的圣灵在感动你，不是因为牧师都会讲，而是因为这位神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你祷告，他兴起一些环境来让你相信。他可能透过医生，可能透过周遭的这些弟兄姐妹来成为你的支持。所以弟兄姐妹，得胜的日子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群同心合人的祷告，是因着你的信心，是因着你的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不至于怎么样？羞耻，你依然持守你的信心哦，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听听这些弟兄姐妹在见证的时候，我们好好听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些苦难。我很想听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什么，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我很想知道你们这个动力是因着你家人，或者是有你的小组，或者是有弟兄姐妹，可能是牧者，或者是这些长子同工，成为你的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神不离弃你哦。这是我们最宝贵的，就以马内利的主不离弃你。人可能离弃你，可能对你失去的信心，但是神不离弃你，这就是关键，是让你得胜，在宣告那得胜的日子。在我们看到末底改这些犹太人能够胜过那些想要夺取他们财产、灭绝他们的性命的，本来是要死的日子，却变成什么？得胜的日子。但是你知道那个过程很难。我知道我们在整个疗程，或者在整个面对这些病痛的过程当中不容易。但是我们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现在我们依然也可以经历到这位神。所以当你走过了，你可以成为什么？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安慰，别人的鼓励。愿神来帮助我们哦！我们很想来听听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见证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透过犹太人，透过末底改，透过以斯帖，透过他们的同心合意禁食祷告祈求，面对必死的日子，因着神你出手介入，那个日子
竟然成为得胜的日子，脱离辖制，脱离死亡，并且我们看见从末底改的身上，你怎么样在整个命运的改变，从低谷到天堂，从卑微到高升，从任人宰割到掌握全能，都是因着神你的出手，你的介入，让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你掌握，让它随意的流动，随意的改变。因着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才能够见证上帝你的大能。谢谢主，愿你的灵充满在这一些弟兄姐妹第八区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也透过他们的见证激励我们永不放弃，因为神你是创始成终的神。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那个麦克。Hello，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牧师平安哈。今天是很高兴，是我们第八区的祷告见证会哈。那今天有6位，不管是用影片的方式，或者是现场的，有6位要来见证神的恩典哈。那我想在见证之前呢，我想做一个引言。昨天是我们赞美小组哈，我们第八区就16组是赞美小组的聚会。然后在聚会之前，我们9点半聚会，在聚会之前呢，就有一个姐妹就赖我，就跟我讲说啊，长老我会稍微晚一点到，因为我要去看门诊。我想说到门诊好，大概就我们聚会到前面一段时间时候，这位姐妹就来了。然后来了之后呢，大家继续聚会，没特别注意。后来我们都会让大家每一个人都分享，结果这个姐妹就该她分享了，她就拿着麦克风，她就说很妙，她已经快将近80岁了。那她昨天又戴了一个太阳眼镜，我想我不用讲名字是谁哈，到家到时候礼拜天自己去寻找这位姐妹。然后她戴着太阳眼镜，然后就把太阳眼镜就拿下来，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她的眼睛一个 OLED。真的就是 OLED 哦，就这样，好，就 O 撑很大的在那边，哇！然后他在那个见证里面，因为他跌倒了哈，那所以就脸部就产生这样。可是，在那个见证的过程里面，虽然很短，但是他居然是感谢赞美神。我要讲这件事情，它已经发生的是一个灾难，对不对？我要呼应牧师讲的，它是一个灾难的环境，可是他居然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跟我们说见证说感谢赞美神，依照他将近快80岁的年龄，一跌倒，你们觉得可能会怎样？可能骨折吧，医生可能气狗狗气啊，也可能现在可能在住院。他说他感谢神，他的脚也没怎么样，他的手也没怎么样，他只是轻轻的有一个什么OLED在这里而已啦哈。他说他要感谢神，神这样保护他。所以我说，这个生命让人非常非常的羡慕，在患难里面依然能够赞美神，这真的是不同的生命，这绝对是有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今天第一位要请16小组李桂梅姐妹，我们下一张。下一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题哦。李桂梅姐妹今天讲的是过年惊魂记，桂梅姐。我觉得我站在这里蛮恐慌的，好像感谢主啊，让我可以在这里有机会。我以为是在7楼，结果在这里更害怕。哎呀，你们不要吓我。其实过年大家都会很开心嘛，过年穿新衣、戴新帽，还有红包，还有聚餐啊，家人团聚，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那我的孩子他们早就安排要去宜兰，要包栋3天2夜要去度假，我也很期待啊。那我们19号就要成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最心爱的宠物啊，还有东西好吃的准备一堆。想不到哇，那一天啊，我竟然在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雪崩还有雪块。
其实哦，我见血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我好几年前哦，我开过刀，我肚子开了3次刀，3次是剖腹生，还有1次子宫外阴要剖1次。然后那时候剖腹生的时候，我还跟医生说，可不可以顺便帮我割痔疮啊？他说我们没有买1送1啦，所以我就是开了4次刀哈。我心里想说，然后结果我的内痔、我的外痔大家都不会觉得这句怪怪的吧？好，不会了哈。结果外痔变内痔了，结果老了又犯了，好，所以已经将近半年都断断续续在出血。可是我觉得我有做过直肠镜，应该没有什么大肠癌的问题。所以，居然来个血崩，还有血块，而且前面后面都有，我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从哪里来哈。所以19号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就下决心，第一，我一定不能扫他们的兴，过年一定要开开心心，我一定要很镇定。那我的镇定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呢？当然就是赶快祷告啊，主啊，主啊，主啊！若是我真的要得了这个病你让我不要太痛啊，因为我怕痛啊另外呢，让我平安我可以沉稳，不会吓到别人还有一点呢，我们3月30号要去欧洲，全家要去欧洲，可不可以让我去啊？我就跟神，我只有商量这些事结果我的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嘛，第二件事情我就是要镇定第三件事情呢，我就是要演一出戏给孩子看。我们圣经说，我们不是要演一出戏给人看吗？所以呢，我就去买了2000块的刮刮乐，100块的刮刮乐，然后还买了20张的经文卡，也是用刮的。好，那我就准备当天要一起来刮，然后开心一下这样子。还有我就是我们当天还玩比手画脚，哇，很奇妙我真的祷告过，我都忘记我自己是在病痛当中。就比手画脚，都笑到岔气，也差点笑死了。感谢主然后那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因为乱吃了太多，半夜肚子痛到不行。然后我也没有跟大家讲，我就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一看，哇，我的妈呀，又是一堆血，又是血块。可是很奇妙我完全没有恐惧，也没有害怕，照样回去继续睡，就这样子过来。哇！所以这件事情，我还有先预约，我就预约妇科，因为我有上网去查，他说老来得月经不妙。我心里想，我回春了，我70岁了，我怎么还有月经？上网一看，不妙他说是有可能子宫颈癌，有可能子宫内膜癌。那我就偷偷上网，我想自己一个人去然后可是很奇妙，回来了以后，我又发现布桃过年期间竟然还有门诊，半天门诊，然后我就提早25号，就19号到25号，我就预约，然后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跟传代给我女儿，你有没有空啊？我想她还没有要上班了嘛，你有没有空啊？可不可以陪我去看医生？她说怎么了？因为我很少这样，我女儿还吓到。我说没有啦，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就有出一些血所以我女婿就开车陪我去这样子。结果妇科医生检查就说，奇怪，他有照阴道超音波，没事啊，检查触诊没事啊，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到底从哪里流血？你知不知道？我女儿就有点说：“妈妈，你都不知道。”我说我就不知道血水尿尿也有，血便也有我也不知道到底从哪里后来我又只好我女儿本来很担心的，就为我祷告然后我就有跟我们区长讲，请为我祷告。我就在群组，我们李家的群组，没有跟公开，我私下跟我的孩子，我二姐也知道了，她就打电话来，
那二姐打电话来，我就跟她说：“你打来干嘛？你每次都会笑，你打来只有一个要替我祷告，因为我二姐她不会祷告，她每次叫她祷告，她只会阿门啊，要不然就一直笑，一直咯咯咯的笑。后来我就跟她讲，结果她竟然为我祷告，祷告到痛哭流涕，所以呢，我就觉得感谢主，神真的很恩待我。最重要的是，我之前一直想回园林去看我大哥、我三姐，因为我家里是排行老七，我胆子比较小，最小的嘛。他们两个有一些冲突，然后我就回去跟大哥，我又怕三姐生气，跟三姐又怕大哥怎么想。戏的戏啊，反正游牧师不是讲过戏的戏啊没有？后我就鼓起勇气，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回去，然后去看我大哥、大嫂。我就为我大嫂祷告。我大嫂也有得乳癌，后来得到医治，可是她后来就都没有去教会，所以我就祷告。哇，感谢主！第二天他们也去教会了。所以呢，经过这样一次，我就觉得我有好多要感恩的事情。上帝调动万有，结果我跟姐妹在上厕所，我就说我得痔疮，结果音乐牧师说我跟你讲秘方。我觉得上帝真的是调动万有，所以其实我后来我就用那个秘方，我洗干净，然后泡澡，泡着以后我就祷告，主啊，我就一直祷告。结果医院给我的药我都不敢吃，因为他吃了会心悸，会昏，会什么都没有，一样都没有吃。后来我就好了，感谢赞美主，谢谢。神哦，其实你们看那个桂梅姐好像讲得很轻松，很幽默，但是真的在过年期间接到她的那个简讯的时候，我真的好紧张，我说怎么办呢？这时候该说什么话哈？因为很怕是癌症然后，但是感谢神是什么？痔疮。答案终于揭晓，是痔疮。是过年让你红，就是辟邪这样。这会够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环境总是会有惊涛骇浪，但是我们仍然深信，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神依然同在。我们第二位是15小组的吕淑英姐妹哈，淑英姐妹现在是在做24小时的这样看护哦，所以她的工作量很重哈。那当然也是我们很重点的要关怀的姐妹。那她在这个57周年的这个参会结束后，她就有很大的感动，就写了这个见证。那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祷告会里面，透过 PPT， 我们要来我来用读的哈，来看看听她的那个见证哈。好，来，谢谢。去年10月30日，庆祝迦南教会57周年暨献堂感恩礼拜。当天，我和女儿一同参加礼拜。当时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举起右手，当下疼痛不已，因为长期睡姿不当，导致右后背扭伤。就在诗歌进行中，我泪流不止，不是因为痛而哭，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最近常莫名其妙的、不自主性的流眼泪，只是我告诉自己，手不要放下，再奋力往上举，并不断的祷告，祈求父神医治我。若痊愈了，一定做见证，荣耀神。回家后第二天早上，我试着提起左手，又提起右手，奇迹发生了。然后右手可以举高。居然右手可以举高，右后背也不痛了，我被医治了，感谢主，将荣耀归给主，阿们。淑英好棒哈，真的，他一直说其实他在这个见证在很之前就已经都写好了。我们说他这个见证，我们称为他是信心的祷告哈。我们知道要得医治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步骤就是谦卑下来。淑英他知道靠自己无法夸耀什么，唯有将自己的软弱带到主的面前，主必要用他的方式要让你得医治。好，第三位是
牡丹的祷告也非常重要哦。好，我们把他见证，我们称为不停止的祷告。来，牡丹，请。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食物小组林牡丹。我儿子袁家脚上长了一个鸡眼，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做鼻疗要1周到2周，这样才会掉落。就是第二天袁家的脚就疼痛到无法走路，然后医生再开那个药给他吃，抗生素给他吃。隔天领袖列车正好碰到刘牧师跟黄牧师，然后请他们祷告。对，然后过了第2天，他的那个鸡眼的皮都全部掉落了。然后感谢主啦。在小组当中，就是神也透过田长老和那个秀凤姐他们为我们家里祷告。神是立刻医治的，不耽搁也不拖延。祷告的力量是何其的大！感谢赞美主，在生活当中，神也就是大大的祝福我们。对，谢谢主，荣耀一切归给神。可以，我来，谢谢你哦。我觉得15小组很可爱，我很喜欢15小组。15小组就是秀凤带的这个小组。我觉得他们这个小组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们不会羞愧去分享他们的软弱或他们的不 OK， 或他们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有很多人他一定要看到他成功了，或者是被怎么样了，被得医治了，会反正成功的那一面的时候，他才愿意把他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分享出来，说那才叫得胜的见证。可是15小组有这个氛围，就在那个不 OK 的状况下，他们会说小组长帮我们祷告，长老帮我们祷告，就抓住那个祷告的，就一有机会他就要把那个困难表白出来，然后要我们为他祷告。所以牡丹也是一样，看到牧师就拿祷告，我们就说他的祷告叫做不停止的祷告，神就要在这样医治。所以牧师有牧师刚刚讲到说，当病痛的时候要抓的是什么？祷告，对不对？那牧师说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所能做的事情，他们唯有也是什么？为我们祷告，只有祷告来呼求神哈。好，再来，我们的第18小组王维达哈，18小组在去年12月很喜庆，对不对哈？连续2对结婚哦哈。那我们今天就要请其中一对的新郎王维达弟兄，他要来用影片来见证，这个见证叫做相信上帝的预备，请。大家好，我是王维达。我是在去年5月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并于12月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和另外一半立下婚姻的约定。今天和大家分享我成为基督徒后的见证。我的家里是一般的民间信仰，而我老婆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和老婆交往超过10年，始终期盼能够进入另外一半的生命。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大家常说结婚是2个人的事，但往往都是2家人的事。我常为了这件事祷告，最后也得偿所愿。我相信这一切的过程都是上帝的安排，上帝通通都已经替我设想好，准备好。我圣经还看得不多，但里面有一段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它是马太福音11章第24节里的一段话，它的意思是说，一般人都要眼见为凭，看见了才会相信，但神说你要先相信，然后就能看见。我相信了，所以我看到了，也得到了，分享给大家。阿们。谢谢威达哦，我想牧师一定最知道威达这个结婚的过程里面，对不对？前一天我们还想说，岳父是不是？是岳父嘛哈？要结婚了，然后岳父前一天说不来，我们想怎么办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恩典哦，奇迹真的是恩典的事，就发生在威达他们的婚姻里面哈。好，第2位哦，也是18小组的黄秀英。
找到新的定位。大家好，我是18小组黄秀英，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见证。去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精彩、有很多变化的一年。去年初从龙潭搬到了桃园，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新的生活，也在教会认识了很多很棒及充满正面积极的弟兄姐妹。在复活节那一天，决定受洗，成为神的儿女，领受更多上帝带给我生活的感动。很感谢的是，在筹备婚礼及拍摄婚纱那一天，上帝赐给我们了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的天气，让一切筹备婚礼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就连12月结婚那一天，也安排了温暖的阳光来陪伴。一路上深深知道有神的同在及带领，感谢天父爸爸的爱。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我们家的媳妇哈，真的是信心，真的是从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建立的。那我记得她12月3号结婚那一天，12月3号的那一个礼拜，全部都下雨，很冷。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办？结果我在12月3号那天，天气非常的好，也没有下雨哈，真的是神很恩待张怡跟秀英哈，也恳切的求大家为这些新人哈，为这些年轻人来祷告，愿他们在走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能够更为坚定。好，最后一位是我们16小组的于佳琪。我说佳琪啊，你们家太多的恩典，在这几年一个一个信主。那佳琪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天使，他非常的积极的引领他们家人进到教会来，一个一个的这样突破很多的事情。特别在这个月2月初，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所以佳琪就把他今日的见证命名为突破困难。佳琪。大家好，牧师平安，兄弟姐妹平安，感谢主。我怕我上台就会一个空白，所以我写了一张。没有关系。对，我先，因为刚刚有一个突发状况，就是因为其实爸爸已经来了，就后来我妹妹跟他讲说，今天要讲你的事，他就绕跑了。刚好我去洗手间，我没有遇到。所以下次一定要抓住他，自己上来讲。对，我先讲，爸爸有6个兄弟哈，爸爸是最小的，妈妈在他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从小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妈妈，连照片也没看过，所以他也不知道如何的，他很想念他的妈妈，可是，就无法就很那种想念，就从小他就寄养在他的亲戚家。做完事情才有饭吃，在其他小孩分食苹果的时候，爸爸都会自动的走开，因为他从小就养成就是有志气，不会让人家看扁的个性，所以他凡事都靠自己，自己承担，自己就是不会去麻烦别人。凡事都是靠自己。那我认识了上帝之后，我希望爸爸妈妈不要那么辛苦了，然后能够交托重担，然后让他有最好的祝福，这是我想要，就是也跟他分享的。在爸爸2020年的时候生病得了脑瘤，让家中顿时不知所措。爸爸表现出坚强，可是他遇到任何困难，从来不会跟我们说，让我们这些小孩子生活得很无忧无虑，凡事都自己来。爸爸从小一路上都是拜拜，在住院时，我准备了一条十字架，交给我的女儿怡允，让她送给阿公，保护阿公能够在开刀一切顺利。我想说，孙子送的他一定会接受，也跟阿公提起，愿意是否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吗？
在当下，我知道爸爸心里很担心很多事情。后来在医院中，他也愿意听我的建议，马上可以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虽然他还不是很懂，那我说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学习。我马上跟处于长老讲说，很感谢当下在开道的前一天，立即跟游牧师还有长老兄弟姐妹们在开道的前一天安排受洗，也谢谢大家为我们这样的奔波，而且那时候还在疫情的时候，在医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很感谢主。在爸爸还不认识主之前，接受这样的受洗的恩典，手术一切进行得非常的顺利。爸爸也是恢复很快的病人，在加护病房就是一排20个，将近20个一样都是开脑瘤的，只有他的眼睛是睁开的，所以很感动。当下我再讲一个，就是我就是很随口的问那个护士，其实加护病房是不容易进去的，是不容易随时，我就问护士说，护士我可以回去，因为我有准备早餐午餐哈，我说我可不可以进去喂他？就当下不知道为什么护士说 OK 啊，可能护士都很忙，所以当下我听到这个 OK， 我就几乎我们24就是几乎都在外面守候着，只要是中午早餐或者是都是随时在等待着。然后爸爸看着我们，其实当下他也很安心，然后真的是很感动，就是能够这样子。其实当天开完刀的那一天，护士10点钟打给我。其实我很害怕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明天带食物来给你爸爸吃，你爸爸恢复得非常好。其实真的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因为我担心说是怎么了，我心里还在颤抖着，对，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然后一切进行得非常的顺利，然后我就是我们家人还有我自己都在外面守候着，我就是不想太多，就是唱着诗歌，听着那个耳机，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有唱出来，你知道吗？就后来我女儿就说：“妈妈，你唱得好大声哦。”然后我说：“真的吗？”说旁边都听得好清楚。我说：“哦，好，我知道。”因为我戴着耳机啊，我不知道我唱得这么大声，不知道有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对，然后爸爸虽然经过受洗了，但许多习惯其实还一时无法改掉。其实他会跑去庙里拜拜，之后回来之后，然后他都会去求平安符啊，或者是看到有庙就拜拜，看到有庙，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帮忙，就直到去年妹妹就是有检查出也生病了，然后我在想说我们家怎么一直都不平安，一直有事情，那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决定说要跟爸爸讨论说，我们家的祖先还有一些之前我妈信仰的日莲正宗，就是以前的一贯道哈，然后我想要把它拆除掉，然后我们就是能够全心的敬拜我们最大的神。在一次赞美的小组家访思美的途中，也谈到这件事情。爸爸听到了丽华姐还有秀凤执事，建议说，如果家人还不放心，可以把它放在寺庙啊、和平寺或莲华寺之类。我也努力。过完年那几天，带着爸爸去看，我想说那就去看看吧。最后，选择在莲华寺
的位置也都挑好了。后来爸爸隔天也带着世博自己去看，然后环境也很满意，只是世博觉得那个位置有对到门，所以可能要重新再挑过。可是我觉得还是很不放心。我后来当天我就打电话跟游牧师联络，我就说游牧师，我们该怎么办？怎样做是最好？其实我也不懂，我也是第一次，所以很多事情我都问处理长老，还有好多那个姐妹们这样子，然后问游牧师，然后所以就是不断的在询问怎么做比较好，这样子。后来游牧师跟我说这样子不好，那我也觉得他跟我们讲解很多，说建议我们这样的方式并不好，我们应该把我们交给最大的神去敬拜。那我们时刻、随时随地也可以祷告，去敬拜我们的祖先，然后去那个思念他们，这样子是最好，也不用常常跑去寺庙，这样子的方法是最好的。后来当下我就又跟爸爸，当下我又跟爸爸讲说，爸爸，我们方式改变了。其实爸爸当时还反应不过来，那我也是借由祷告，心里边跟他讲，然后心里边祷告说，求主帮助我，能够让我说服我爸爸，也能够放心，把他交给最大的上帝，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后来当下也是经过一番讨论，然后爸爸也同意了，然后我们来找了游牧师。当天，所以我们那天谈的也是很愉快。当然爸爸既然同意了，我就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我用最快的速度，就是跟长老们还有游牧师他们联络，最快的时间哪一天可以帮忙我们能够圣别礼拜，然后我会尽量去配合他，尽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完成。所以很感谢游牧师、长老、执事、小组们来到我们家，能够帮助我们，一切都在过程当中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最后要拆除佛那个祖先跟佛堂的时候，爸爸提出了一个要求，就说他可不可以最后再上去祭拜一次香，再去祭。我当时瞬间紧张了起来，我想说怎么办，或者是心里想说这是怎么我真的是瞬间那个气氛都凝结上，还好有游牧师帮忙，就是告诉爸爸说，我们用祷告是最美丽的香来敬拜我们的祖先，然后他会把祖先的名字把它写在族谱上，让爸爸更放心。其实当下那个游牧师看着爸爸的时候，我真的瞬间就是逐渐交给上帝照顾，对。然后我真的整个后来 OK 就整个放下，那个气氛那个凝结真的是让我，其实我那天
精神整个绷紧，从早到晚都是绷紧的。后来结束之后，我回家倒头就睡了。所以后来那个朱一姐有跟我讲说，佳琪，你好像 FB 名字发错。我说哦，对不起，我昨天真的是睡到早上起来。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我真的精神整个都绷紧的，我真的是我不知道累成这样子，那个精神绷紧到那个一个程度。然后一切过程中也真的很感谢，其实一路走来，感谢主的带领，一步一步的没有放弃我们。我真的很感谢，这么多年来，我就是相信因为我没有做什么，可是神真的很爱我，还爱我们这个家，所以谢谢主，感谢主，赞美主，阿们。我们家很紧张，你们知道吗？可以感受得到吗？真的很棒哈。我还是要回来讲，就是说他们家能够做圣别礼拜这件事情，真的是奇异恩典，真的是奇异恩典。我们都觉得可能在圣龙兄在世的时间，可能都做不到这个。可没想到这不到1个月哈，真的就圣灵感动。我们相信圣灵所做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好，我们要一起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为了教会施工来祷告。首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一起来请。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一起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哈，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首先为了信徒的灵命更新稳定。祷告能够单独会主，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要跟神建立一个独立的关系。那为了我们教会有许多的长职同工，有很多的服事，那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为了每个人的身体来祷告。在接下来3月5号的圣礼典，要有许多的兄姐要洗礼，我们也为了他们的灵命要成长来祷告。接下来是3月18号同工装备的召就训练会，我们有包游览车要到淡水的地方。希望我们可以同盟造就。再来一个是同心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及我们在隔壁33号2楼，这个是我们任名叫宣教中心的使用跟设备的运作。我们昨天小组有在那边，场地非常的舒适。那我们现在教会比较推动的是双福宣教，就是福音跟福利能够进入到人的生命的当中。那这样的宣教有圣灵的大能同在。那紧接着3月也是为了松大的开学，我们一起为了教会的这些事工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一起为了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依靠在你的名设立在这里。谢谢你，我们来宣告，我们举手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你是掌管一切万有。主啊，谢谢你，求你来保守在这里面，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
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主，我们称颂你，你是怜悯又有慈爱的神。主，谢谢你让迦南教会坐落在桃园的市区中心，这里有地利之便，是佳美之地。主，你更多的赏赐给我们新堂这个新的产业，让我们能够透过宽广的场地，依靠神的名，做成美好的事工。我们透过社区的连结，不断有得救的人加入在教会当中。求神你也更多的建立我们在双福的宣教当中，有圣灵的大能运行，有神你真理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求神你更多的建造我们同心合一的委身，为要成就肢体，展现神的大能。主啊，求你更多的使用我们，我们要同心的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接着下来，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社区的事工来祷告。让我们看下一页。对，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6节，我们一起大声来念。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要为牧区关怀牧养来代祷。今天我们接着下来是为2月26号、27号儿童牧区，他们要参与在台北的一个童工退休会。求神来带领他们童工的出路得平安，也为着我们5月19、20成人。应该是5月20跟21号成人牧区的童工退休会，我们要到日月潭，到埔屋里基督教医院，有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切的预备都非常的有神的同在。再来第3个是为牧区童工的栽培与牧养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在栽培童工是非常重要的，求神兴起更多的童工一起来为主来打拼。再来为牧区与社区的连结牧养我们有兴趣小组哈，我们挂号的地方会看到我们有鼓舞班，有体适能，这些都是在周五哦。还有迦南的好声音，还有桌球班，这些全部都在礼拜5，我们要做成一个联盟的一个牧养哈。还有松大，还有德福，我们真的很感谢社区为我们做很多人工鱼礁，让很多的牧道友能够进入到教会来。我们为各牧区的小组关怀牧养与倍增来祷告，求神兴起更多的同工，带领更多的人进入到教会，让他们的灵魂得着主耶稣。好，我们一起接着下来，还有下一页吗？帮我看一下。好 ，OK， 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主啊，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你来兴起我们，兴起我们同工，兴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谦卑来服侍你。主，你是我们的牧神，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得享那个爱心，得享那个能力。因为主，唯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安然，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主神的最深处的里面。因为我们要与你同行，我们要与你同工。主，你自己是我们的唯一，我们要在里面，我们要亲近，再来亲近。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为是有自己，我们有一切就在家里面，所有的祷告，为我们的退休人祷告，是我们的大牧羊，我们在智慧跟智慧还有机会，我们要望你，愿我们所做的都能在心里，我愿我们真的是每一次在寻求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我要在你心里祷告，乃是我们寻求你，我是我们不是社区，我们是看自己的人，我们很需要主啊，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整个团队，我特别是家庭教会，我愿社区，我都能够有光明，因为主啊，你是那黑暗中寒冷的天气中，我这个国家的盼望，主啊，阳光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牧区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牧羊乃是用神的话语来牧羊，求主使用3位牧师及区长、小组长们，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将神的话语解开。当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弟兄姐妹通达，疾病得医治，被掳的要得释放，伤心的要得安慰，绝望的要得盼望，生命要得着建造，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来。
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透过社区事工建立各样课程，让许多慕道友有机会进来教会，接触教会，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福音可以传给人的机会。求主更多的把从神而来的爱及眼光放在同工的身上，使同工能看见神赐给每个慕道友生命中美好的特质，加添信心、能力与够用的时间来牧养、关怀与陪伴。特别是为周二新开的鼓舞班及4月即将开的桌球班，主啊，求你兴起同工，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与恩惠，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所奔跑的标杆是为主的标杆，不是世界的标杆。我们在乎的是入天堂的盼望，而非世界短暂的快乐。我们的不足恳求神你来为我们预备，我们相信神你所开的门也必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继续要为着2月26号、27号儿童牧区退休会，还有5月20、21成人牧区同工退休会来祷告，求神将平安赐下，让参加的同工出与入有神的保护与带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为成人牧区退休会的讲员杨忠生牧师来求神赐下属灵的智慧教导与传递，来眺望复兴所有参加的同工兄姐，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与神有很好的对焦，我们的服事才能轻省而喜乐，我们的牧养才能重新得力。这次的退休会的统筹与各样的安排，求神来掌权与祝福，愿每一个环节都让主来带领，使我们身心灵再一次得享安息，并倚靠神稳固站立。谢谢主，你垂听孩子的祷告与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要回应神的恩典哦，他的恩典够用。即使是在患难困苦，在困境当中，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再一次回应神的恩典。心意既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去，深长相伴。再次来宣告。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去，深长相伴。你的恩典够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去，深长相伴，永不离去，深长相伴。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来为我们肢体的身心灵来代祷。你的祷告是他们能够继续迈向上帝恩典很重要的力量哦。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语，一起来。亲爱的，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约翰3书第1章2节
身心灵哦，这里面谈到身心灵的兴盛哦，这样的一个，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年长者哦，我们知道人都会面临这个生命的终了哦。不过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替他们来祷告，即使是在亲近神的时刻渐渐来到哦，但是他们依然是心存盼望，因为他们知道在神那边哦好的无比。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渐渐在接近生命的终了，或者是在年老体弱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依然恩典够用。所以我们也常听到这些年长者说：“主啊，上帝给他出来，唔来要偌好安尼吼。”但是我们知道，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吼，在这都在考验我们的智慧，你知道吗？让我们可以有智慧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们知道，一听到癌症，哇，心里就开始惊，你知道吗？那我们特别要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面临这一些的癌症的时候，心里不恐慌，因为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恳求神帮助他们。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面对的癌症，他也经历了医治哦。那刚才我说曾医师就是维宣执事的太太就是这样哦。我知道一听到心里面可能对神对很多事情就是会有这些的反弹抗拒哦，但神还是容许我们哦。那特别在整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弟兄姐妹你的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神来扶持他们哦。那特别为了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身体的、心灵的恳求神来做医治的工作。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来帮助哦。我们特别是要面对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一个伤心哦，但是因为我去探访，因为有看到小组的关心哦，所以他还是说我还是要回到迦南教会哦。然后因为有小组的扶持哦，那也牧师师母我们到嘉义去探望俊文弟兄他母亲就别世也陪同他们为他们来祝福那特别求神来帮助他们尽快的走出这样一个失去亲人的哀伤。我们也特别继续在面对这一些 COVID-19 的确诊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来帮助医治现在可能就是比较还好，不会像刚开始两年多前这样，一听到哇一个人确诊，然后一个人有这个足迹，我们就大概吓得现在就那个是好像感冒这样不过感谢主就是恳求主医治，让这个长新冠的后遗症就不至于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那恳求主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好不好？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为着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年老体弱的还有就是这些癌症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来祷告这边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弟兄姐妹，我们就为了这些病痛的中风需要复健的这些退化的等等这些车祸，我们求神来捆绑这些意外所带来的惊吓，因为我们车祸或是这些意外其实灵里面会有受到一些创伤那可能身体复原了，心里面可能怎么说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就这样。那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奉主的名捆绑除去这一些意外所带来的这一些的惊恐害怕交给神那除去他们就可以安稳那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还有就是家有失丧者跟这一些确诊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好吧，我们恳求主来做医治的大能的工作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医治的大医生。主啊，我们奉你名来恳求你施恩赐福。
我们在软弱过程当中，我们在年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有这个信仰，所以我们不至于害怕。我们有生命的盼望在你，永生的盼望在你，我们的力量也在你。谢谢主，让这些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使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他们生命的过程。谢谢主，我们也恳求你来帮助施恩赐福在这些面对癌细胞的捆绑的这些弟兄姐妹，有的可能他们不想被人家知道，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他们的主，主啊，我们恳求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陪伴他们走过这一些的疗程，走过这一些的担心、害怕、惊恐。主奉你名来捆绑这些的惧怕的灵离开他们的身上，主啊，释放他们，特别让这些慢性的在做复健的这些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复健的方法，也帮助他们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耐心，有这样的一个神你的医治的大能充满。主，我们知道失去亲人的哀伤，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经历，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恳求神你来医治，你来安慰，你来扶持，特别是医治这些确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早点脱离这些的这样确诊所带来的伤害。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我们同心的祷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医治下来，你供应下来，你的带领，你的扶持，你的安慰，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在面临困境的当中，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神你的医治的大能就充满，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正面临这些癌症所带来的这些的害怕、担心。主啊，在整个疗程当中，我们恳求神你的大能的手来护卫着他们，不受这些化疗、电疗所带来的这些的副作用。主啊，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有足够的这样的体力来面对这些的征战。奉你的名来祝福求你自己来安慰扶持，让我们在惊恐害怕当中，因为有神你透过弟兄姐妹同心合的祷告代祷扶持，让他们能够走过这些的哀伤的期间，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面临这一些的病毒的侵扰的时候，主你医治他们，帮助他们很快的恢复，也保护他们的这个呼吸系统肺部这一些的器官气管，奉主的名来除去这些长新冠所带来的后遗症。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帮助者。主，我们要宣告你的医治就在这边。主啊，我们要宣告你的供应就在这边。主，我们要宣告你的保护，你的平安就赏赐下来。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你丰富的恩典，也再次见证神你的大能。主啊，我们同工也有在这一些劳累的当中嘴破的，有这一些身体软弱的，求你都医治他们，让他们很快的恢复体力，快跑来跟随你，一起来服侍你。谢谢主，我们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这首诗歌一起来感谢神哦，我们欢喜快乐哦，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哦。你是我心的签约，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我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们喜乐的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要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用全力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再次来，我们要张开口，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拍手将荣耀归我们主，主，我们要张开口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因为你是赏赐后世恩典的主。谢谢主，你要将一切的美物，将一切的恩典赏赐给你的儿女。愿我们的祷告上达天庭，愿你的恩典就降下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哦！好，我们彼此来祝福哦，彼此来祝，愿神的恩典与你同在。